小姨，你怀孕了，双胞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周总，这次多谢您为景大捐赠的图书楼，这杯酒我敬你。老师您客气了，今天是同学聚会，不是洽谈合作。我也是景大的学子，您不用叫我周总。好，周松锦同学。看看人家周从锦，同样都是老同学，怎么人家能刚刚从美国回来，就是安夏集团千亿总裁 CEO 了？不怕前任渣，就怕前任混得好。要不我们先撤了，这同学聚会咱也别参加了。没事儿，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我对他早就已经释怀了。什么周从锦，姐根本不在乎。姐今天晚上要点8个男模。行了，小姐，我现在相信啊，你是真的放下了。哎，到了，赶紧进去跟你的男模睡觉去吧。就是你给我下的药。真的有男模。天哪，把周从锦当成男人睡了也就算了，怎么一发就中了2个？怀孕时间是1个月前，那不就是我们同学聚会的那一天？你怀的该不会是周从锦的吧？